一圖睇晒咧，Park YOHO 呢一度嘅交通網非常發達，除咗有小巴，仲有巴士可以去到元朗站、錦上路站同埋荃灣西站。今日吹導咧帶大家嚟睇下咧 Park YOHO 新鴻基發展嘅一個新樓，一齊跟我睇下呢個3房單位啊！我先介紹廚房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女士最中意就係明火緊廚嘅，咁而且咧3個明火煮食嘅爐頭，電器方面咧佢主打都係用西門子為主嘅。今日我哋特意安排揾2樓嚟拍攝，點解咧？因為可以睇到向北嘅呢一個內園泳池景㗎。客廳嘅另一邊咧就係睡房區啦。有浴室，呢間屋嘅最大優點咧就係2間細房，1間大房咧都係同一個內園泳池景，而3間房都係咁靚嘅內園泳池景㗎。最靚嘅景觀咧一定係留俾主人房啦。元朗 Park YOHO 呢一度咧，除咗有好完善嘅交通配套之外咧，仲有一所2017年創校嘅 York 國際幼稚園。未來港鐵北環線凹頭站近在咫尺。跟我現場睇，你絕對會點讚。